目前邮局送包裹、这邮差拢是用信息或者是敲电话来通知民众。不过真侪民众惊这是诈骗的电话，所以邮差定定是找无人。这阵邮局就拍算要用 App 直接通知，毋若搁较利白，嘛免惊互骗去。邮局的邮务车入站，甲一袋批，搁有规人的包裹落落来，准备分送。普通时民众伫收包裹进前，拢会接到邮差的电话，毋过定人无伫厝，爱另外甲邮差约时间，或者是麻烦别人收。他都会说你就是方便收包裹吗？那我就会说，那我不方便，我麻烦谁？你帮我送到哪里这样子？会通常会在另外约时间，然后请就是自己在的时候再收件，对。不过邮局也发现，即马诈骗信息、诈骗电话愈来愈多，民众看到青分的电话拢无要接，邮差的通知就漏交去，所以中华邮政宣布，伫今年年底进行优化目前的邮局 App， 到时阵民众也会当透过 App 收到收包裹、收挂号的通知。透过现有行动邮局做推拨收件、寄件跟收件的服务，避免利用简讯造成这个民众这个收到简讯不明的电话的恐慌。民众表示，未来若是有 App 提醒，会真方便，无有当时会袂记记。这样也比较确定，因为有时候包裹一多，有时候也会忘记什么的。中华邮政也表示，寄收批信的量对早期31件，到去年大约剩17件。未来提升服务品质，优化 App 就是其中一步。因若目前敢若是着约客户才会当专工请邮差到厝，甲包裹摕去寄。预估的第3月底扩大，互一般民众也通申请，而且袂加伤钱。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。